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7号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一开始来关心艺人大 S 因为流感引起肺炎，汹汹过往，嘛造成咱国内即马民众烧钱要做公费流感预防车。疾管署就统计，咱国内前2礼拜是新增加142个流感的重症，有25例死亡，其中上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南部一个30多岁男性。今仔昨昏，咱全台目是注4万栋的公费流感预防车，目前公费的部分还阁剩16万栋，自费的部分还阁有40万栋。疾管署是表示，即马也是流感的流行期，按算伫1礼拜，为着流感的病例数会阁继续增加。台北市联合病院中校分院的等待室人阵塌塌甜，拢是要做公费流感预防车的民众。艺人大 S 因为流感引起肺炎死亡，提悬民众做流感预防车的意愿。台北市拜一一天就做6000栋的公费流感预防车，到拜二早时9点，还剩6200栋。截至4号早上9点，台北市剩余6200剂左右。那目前卫生局有公布，在医院库存50剂以上，以及诊所库存20剂以上的医疗院所名单。疾管署统计，拜一天全台就主买4万栋公费流感预防车，到拜二早时，公费流感预防车还剩16万栋左右，自费流感预防车还有40万栋左右。疾管署讲，目前国内还伫流感的流行期，前2礼拜新增加142例流感重症案例，25例死亡，9成拢无做流感预防车。其中1例死亡案例是才30几岁的查甫人，因为 B 型流感，还有肺部受感染，经过要1个月的抢救，也是救不回来。其实又发生了这个肺部的霉菌跟多重抗药性的这个细菌的感染吼。除此之外，它也有这个发生这个气胸跟肺部的出血。目前的一个评估呢，我们认为呢，这一周会有上升的一个趋势，跟前周比起来，但是呢，在下周或是下下周的时候呢，会有下降的一个趋势。疾管署估计，因为年节期间门诊无开，会致使开工1礼拜的流感确诊数提悬，上紧后礼拜确诊人数才会开始下降。面对流感的流行期，疾管署呼吁民众，尤其是囡仔、时大、慢性病这寡脆弱族群，赶紧做预防车接洗手。有需要的时，也建议挂嘴安保护家己。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所以，当再来关心天气，今日寒流已经豆豆减弱。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云较好天，也毋过下半晡开始水汽会增加。咱当再来看温度。今日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他的所在外岛云会较高。中南部山区澎湖嘛有30%雨。暗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今仔日伫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低温是9度至12度；其他的所在澎湖低温是13度至15度。宜兰各地头高温有16度至18度，中南部高温是20度至22度。随风天气团已经减弱，也毋过早暗的温度也是真低，乡亲着爱穿好少。顶个月30，南投消防局有接到报案，讲有一支登山队8个人做伙去爬山，有一个查甫山友伫乌拉明断崖无细枝摔落去山谷，搜救队赶紧去救，也毋过拢找无，因为即马山顶天气无好，救援队已经先撤离。忍耐零下低温，救援人员伫大风雪内面想办法，甲所有救起来，就是为着要找失踪的山友。小心。不过山顶的天气是有够歹，若气温是比零下搁较低，积雪嘛积甲脚头夫遮尔悬，互救援人员行一步拢真困难。顶个月30，南投县消防局接到通报，有一支8个人的爬山队要去爬马普拉斯环段，但是有一个查某山友说，伫咧经过乌拉明山坎的时阵，无细枝落落去。经过几工的敲找，总算确认伊落落去的位。只寻获2支登山杖，可以确定他是从这个山沟摔下来。因为那个登山杖是新的还是旧的？登山杖是新的，一直断掉了，一直没有断掉。虽然讲找到查某山友用来爬山的拐仔和鼻仔，但都是无看到伊的人伫倒位。救援人员阁冒险落去150公尺，嘛是同款找无，因为积雪是愈来愈深，天嘛暗嘛，避免救援人员冒危险，只好先登去山屋。本案搜救人员已陆续有发生高山症状及天气状况险峻未解除，故本案搜索行动
暂停。救援人员真侪摆，搁登去事故点去找，嘛是拢找无，研判有可能互积雪砍掉。南投县消防局讲，这条爬山的路线是难度真悬，需要天数真侪的一段。当年差不多有2-3件的山穴救援，今年甲打至少都有6件。案件上侪是包括落落去和高山症等等。人力要到事故地点，至少需要3天到4天以上。嘛，因为安尼，因定和附近的县市做伙办泄混。因为在冷的部分会让他们失去比较有判断力。那另外就是在雪地的部分，如果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全面接雪，就是视野也会受到影响。那最重要的是冰爪跟冰斧。南投县消防局讲，除了加强冰扰和冰保的使用机能，人员所求的机卡和自我保护嘛是重点。伊嘛和附近的台中和苗栗不时来举办训练，增强细地的救援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艺人大 S 去日本佚佗，因为流感引起肺炎，雄雄过往。外界即马关心旅游平安险对法定传染病敢有理赔，敢有保障。金管会经过调查，目前海外突发疾病的医疗险给付的范围内底，有包括法定传染病的、有理赔的、有5间保险公司，分别是台湾产险、旺旺友联产险、华南产险、安达产险，也有南山人寿这5间。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精神命案，北检第3方发动搜索，去超信度尤秀玲等3个人的徛家，嘛具体3个人到案去说明。其中干主魂牛碧英因为涉嫌重大，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尤秀玲本地是以30万交保限制出境，实施电子监控，不过伊从无保金，所以检方嘛甲伊改做申请羁押禁见。继续关心联合报。为着要增加咱国军的防卫能力，因应北部防卫需求，提升战力，国防部即马是要甲海军陆战队662的作战指挥权，甲改做参谋本部，要甲宪兵部队共同来负责首都的防卫任务。因若军方嘛拍算要修改老年的规定，过去使用退场机制赔钱提早退伍的军事官，1年后若准讲阁想要回去做兵，要回去平安营，嘛会当参加评选。国军欠人，去年部队编制和现有的比例，敢若78%。另外，甘愿了钱嘛，要提早退伍的人数嘛，逐年咧增加。即马为着要增加兵力，国防部拍算要修法，只要是退伍满1年，阁想要回去做兵的，拍算要开放，阁会当去参加定选，阁再入营。也毋过，军事专家是认为讲，改善待遇、改善军中的环境，才是正确的做法。国军人力值内，去年的部队编现比只剩78%，比作战标准的85%加真侪，互国军战力到红灯，加上甘愿赔钱，也要提升退伍的军事官人数，逐年增加。去年就达到1565人，活4年增加4倍。这使用退场机制的军事官原本袂当阁入营，也毋过国防部拍算修法放宽，只要退伍满1年，就会当阁参加定选重新入营。品德不放宽。体位不放宽，不影响国军的战力状况下，让因为个人选择离开部队的人可以在回营服务，对国家战力提升有所帮助。刘毅认为，这退场搁入营服役的军事官都是即战力，因为国军做出这个决策，恐惊只是治标无治本。国防部今年机关局预算的亏，只存16,749人，士官就少1,744人，实际能力可能搁较欠。有军事专家指出，提款待遇、改善军中环境，才会当吸引少年人，将做兵达至工作的选择之一。对此，国防部增加招募加留营的条件，决定要替机关局加薪，薪水待遇调整方案已经上行政。我们以弹药兵跟油药兵来讲，他们虽然说是2线单位，但是他要去前线补给。其实敌方的飞弹或长程火力，他们就专打第2线。战争的情况下，这样算起来，他算是战斗部队呢，还是战斗勤务部队？所以不好分嘛。所以其实外国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区分这种所谓战斗加级。国防部有计调整机关局加级，甲战斗部队加级。不过陈国平表示，无共兵种的加级无共，恐惊互官兵有比较的心态，建议参考美军的做法，由军方协助加强配合工作。官兵做兵家庭也有保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中国和菲律宾伫南海的冲突，即马又搁加悬。这是中国的解放军、海军和空军，使经过菲律宾的
巴西兰海峡，这是和菲律宾是真火大，批评中国亲门大户。不过中国是强调，因并无违反国际法，嘛批评菲律宾外讹。中菲南海竞争相关，也相关印太区域局势紧张。共军南部战区顶日派出海空兵力绕过菲律宾腹地巴西兰海峡，和菲律宾是起家钓卡当地抗击，中共讲符合国际法甲国际实践，反抗菲律宾是污蔑操作。台底注意的是，共军南部战区伫春节期间一直都有动作，前往黄岩岛战备警巡，即摆强南驶过巴西兰海峡，是国际海上重要通道，长大约30公里，上下只有15.7公里。倒边是苏洛海，这边是西里碧树海，位伫菲律宾腹地。学者分析，中共用炮艦外交出动军艦军机，大动作反制菲律宾，最近逮捕几项名亲像中国间谍。不只是所谓在这种近海的这个运作，在第一岛链，他就希望能跨出第一岛链，甚至到所谓第二岛链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展现他这种所谓远洋作战的一个能力。其实菲律宾跟中国假如发生什么冲突的话，当然在台海绝对会影响到台海，台海跟南海是息息相关。学者分析，南海经济牵动台海情势，中共即摆展现南海军事混大野心，也利用远海导航，目标突破第一岛链，也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区域国家要提高警觉。另外，负责对台主战部队的东部战区顶日发布火箭军实弹升空的影片，恐吓意识真高。国防部初时发布，正式攻击11架次，其中4架次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结合共艦6架次出入台海，国军严密监控，应变处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风险嘛是因为中国坏爸爸造成的，这是咱台湾驻南非的代表处最近和南非政府要求，爱咱刷出首都，阁想要甲咱降级改名，改做贸易办事处。咱外交部是强调，咱绝对袂接受南非的政府单方面违反双边协议。南非政府目前与我国仍在协商当中，却再度要求我驻南非代表处限期迁出首都，显示中国在南非对我们的打压是更加的变本加厉。外交部再次严正呼吁，作为本年 G20 峰会主办方的南非政府，应该要遵守1997年双边关系的法律架构，在台北双方获得协商共识之前，不应对我住处采取任何强制手段或其他可能干扰住处运作及侨民服务功能的行动。外交部表示，外交部长林佳龙接到外管的通报了后，就随召开会议讨论应变方式，嘛随调见南非新的驻台代表，表达咱台湾政府严重看待这件代志。外交部嘛强调，这件代志伫去年就已经发生啊，就已经有透过官方的管道双边咧进行协商，咱会以对等有尊严的方式来和南非协商。继续关心瑞典成人教育中心初时发生枪案，目前包括上凶手在内，大约有10个人死亡。犯案的动机也搁在调查。瑞典的首相是对外表示，这是瑞典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枪案。警方是判断讲，凶手应该是独立犯案，初步已经排除恐怖攻击。在北欧的瑞典，正罕的发生枪击案，所以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西平200公里的城市俄勒布鲁。最始中道，对这座成人教育中心造成严重死伤的枪击案，定件过来话。En kille bredvid mig, han fick skjuta här i axel. Så han blödde så mycket när jag tittade bakom mig, så det var 3 personer på golvet som svimmar och blöder. Men alla var chockade. Alla säger bara gå ut, gå ut.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警方的讲法，警方甲嫌犯有互相开枪，不过警方无讲枪手用什么武器。对于媒体报道凶手自杀，警方也无证实，并且要求大家伫咧警方调查时阵，唔当要枪击案的过程，甲凶手犯案的原因。Han är för polisen inte känd av oss sedan tidigare och har ingen koppling till något gäng. Utan vad vi tror är att det är en ensamagerande gärningsperson. I nuläget så känner vi oss tryggare med att fler attentat inte kommer att ske.
警方讲案发现场正乱，损害正严重，对外界正关心死伤的情形，所以对外报消息时阵正谨慎，因无法度提供确切的数字。因过甲记者讲，死者内面包括庆手。这个成人教育中心专门收20岁以上成年的学生，提供因小学甲高中的课程，也有针对移民的水电务课程，有职业培训，而且也为身心障碍人士开课。伫瑞典教育单位机构的枪击暴力事件正罕见，这件代志定行几个后明。布鲁塞尔官员对这件案件造成这么大规模的死伤表示正愤怒。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发动贸易战，本地要加重扣关税，煞即马临时化要延后。这是因为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的总统已经答应讲，因会派兵去严守边界，要防止亲像鸦片这款止痛剂，还有毒品走入去美国。川普就初三，伫初三时已经宣布加扣关税要延后1个月实施。毋过中国的部分要针对中国的商品扣10%关税，这个规定是要照时间举行。所以伫中国这边昨嘛宣布，伊嘛要针对美国的土炭、天然气、原油这商品扣10%至15%报复性的关税。川普2点控的新关税计划宣布，还未到48点钟就出现事故湾。加拿大、墨西哥两国总统分别甲川普通电话，承诺会派1万名士兵加强边境管控，搁打击毒品与鸦片止痛剂进入美国。川普就宣布新关税会暂缓实施30日。Other than that, we've agreed to talk and consider various other things. We haven't agreed on tariffs yet. 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是美国的前3大贸易伙伴国，当年贸易规模达到2兆1000亿美金。美国股市初三一开盘，3大指数利空，全面落盘。道琼工业指数捌大盘600点，纳斯达克指数佫较是捌盘超过2%。盘中传来墨西哥甲川普达成协议的消息了后，美国股市盘后才渐渐回稳，中场以盘较少收盘。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初三举行记者会，说明伊甲川普画帕拉坎的规定。Me preguntó que cuánto tiempo quería poner en pausa. Le dije, bueno, pues vamos a ponerlo en pausa para siempre. Y me dijo, bueno, pues, ¿cuánto tiempo? Le dije, bueno, vamos a ponerlo en pausa un mes y estoy segura que en este mes vamos a poder dar resultados, buenos resultados a su pueblo, buenos resultados al pueblo de México. 最近努力想要甲川普沟通，不过煞一直踢到铁板的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用报复性关税了后，初三一日之内接到川普2摆电话，即马局势有转机，不过反美的气氛煞已经伫民间散开来。Canadians are furious. They're upset. They are not buying American goods all of a sudden. They're looking to see on the label where things are made. 为美东时间初4饭店起对中国商品扣10%关税规定是如期实施，不过川普初三表示，伊伫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We'll be speaking to China probably over the next 24 hours. 不过初4下昼，北京当局宣布初三起会对美国的碳、天然气、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车等80多项商品扣10%至15%的报复性关税，佮会以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之名对美国科技头角谷歌公司立案调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川普上任了后，真侪政策拢有变数。即马乌克兰嘛真烦恼，讲美国无要阁继续援助乌克兰。初三欧洲理事会高峰会就招北约和英国来做伙开会讨论，总共若是安尼要安怎？不过同一个时间点，川普已经开出条件要来交换，伊是要求乌克兰爱供应高科技和军事产业拢用会到的稀土。伊讲乌克兰有答应，美国才会继续收听。2月第1日上班日，川普持续在签行政命令，因为川普进前下令暂时停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运作，检讨经费的运用，其中有真侪计划拢和支持乌克兰有关系。现场记者问川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川普的回答是：乌克兰想要叫美国支援会使，但是要摕稀土、金属、矿产来交换。We're telling Ukraine they have very valuable rare earth. We want what we put up to go in terms of a guarantee. We want a guarantee. We want
We're handing them money hand over fist. We're giving them equipment. European is not keeping up with us. 根据自控制事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和国防产业、高科技产业真有关系的稀土资源，伫乌克兰会使讲是真丰富，而且拢有。譬如讲航太工业袂当欠的钛合金，乌克兰就是欧洲上大的钛矿产地，占全球产量的7%。另外，电动车一定要有的锂矿，伫乌克兰的境内估计都有50万吨，嘛是欧洲第一。另外，还有真耐热的皮，制作电池需要的锂矿和锰矿，半导体和供电产业真需要的镉，乌克兰拢是一个重要产区。嘛，因为安尼，互乌克兰的矿产变作各界拢真想要去得到的目标。就伫川普提出讲爱用稀土来换资源的时阵，对乌克兰的问题比别人更较注意的欧盟，嘛伫布鲁塞尔召开欧洲理事会高峰会。真特别的是，已经脱离欧盟的英国首相施凯尔同款奉邀请参加。另外，军事成果较悬的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嘛受到邀请。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嘛签署行政命令，美国要退出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也有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而且已经上准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要检视美国参与的状况，看参与敢有迄个价值。来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打算伫今仔日会伫华府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嘛表示，因已经准备好第2阶段停火的谈判，目标是要确保其他的人质会当全部拢放出来，会来讨论停战的步数。继续关心路透社有报讲，联合国表示有几若10万人互犯罪集团送去东南亚诈骗集团园区去做非法的工课，包括伫泰国和缅甸的边境这个所在。泰国政府已经表示会赶紧切断这个所在的电力供应，来打击诈骗集团。嘛是诈骗，这是台北北投的警方接到银行员的通报，讲有一个查甫人伊要汇钱，一直用手机在甲对方开讲，讲有网友招伊投资，加在警方赶紧到位，赶紧主动。因为大安分局嘛接到被害者的报案，讲伊加入一个投资的社团，哄骗2300万。警方即马嘛已经抓到过手的共犯。查甫人准备要汇款，这个时阵警方赶到现场了解状况。查甫人讲，这个钱是要用来投资什么做买卖。昨天那个也是诈骗的。昨天有一个才来说要买一条5万，他汇的那个一株5万对。对，然后他昨天汇的那个账户是警示账户呢。警方甲银行的行员是有嘴讲甲无烂，查甫人才总算放弃要汇款。原来是透过手机熟识一个查某朋友，对方甲伊开讲了后嘛，表示家己有咧做新买的买卖，而且佫讲会当伫第一时间来趁钱，互伊指定的口座要求查甫人甲钱落入去。加在到银行办理的时阵，行员发现查甫人一直咧用手机甲对方联络，才赶紧报警察来阻止。警方深入了解，发现林男对于人生产地、代购流程皆了解模糊，且双方未曾见面或签署合约文件，明显非正常投资或代购流程。另外，大安分局的警察嘛，伫这间商办大楼内底，也做一个诈骗集团的过手人。以你涉嫌这个诈欺及洗钱防治条例警方依法跟你逮捕原来警方是接到一个60岁查甫人讲，伊伫网络熟识一个股市专家，了后加入投资社团，前后计共提出2300多万。不过诈骗集团煞甲线大线，讲要继续甲钱提出来，才会当赚到钱。伪造团成员向男子表示，先前所投资的金额需再投入新台币1500万元，方能有所获利。后男子自觉可疑，遂向警方咨询后，惊觉受骗而报案。警方抓到诈骗集团的过手人了后，嘛查考相关的证物，专案依照诈欺罪嫌上班，嘛提醒民众对不明人士要求投资或者是加入投资社团，一定要有警觉，才袂互骗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有2个铁道迷，昨早为着要翕代替上新的观光列车山兰号，竟然伫滨高道的直沟放落来了后，佫撞入去警戒区内底。害火车驾驶看到了后，是带一条赶紧淡水内警示，嘛赶紧打动。火车尾也是停落来2分钟。
为早慢慢扛落来，火车就要通过啊！无想到竟然有2个铁路的迷众硬要弄入去警戒区，就是为着要抢先看代替上新的观光列车3南号，互司机员惊到随大东淡水嘞。监视平交道告警作用，有警报响起，然后司机也目视也看到了，紧急鸣笛停车了2分钟，确认那个民众已经退出了警戒区，我们才把那趟车继续开行。这样的事件是发生在初时的早起，3南号在花莲到市乡之间试运转的时阵，2个查某人竟然在徛在花莲市中华路的滨高道边仔的警戒区内面，对新火车酷翕，好佳在无造成交通事故。这么惊险的画面嘛，互代替东区营运处的副处长柯明家拢看到，因为迄当阵伊人就伫车顶。虽然这次没有造成事故，但是已经违反了交通规则。我们公司将会在修正之后，依规定会移送到路警开罚。都惊有民众为着要翕影片、相片弄入去，代替嘛开始要收证罚钱，绝对袂放任这种行为。不过为着要翕相，挖火车这么近，阻碍通行的事件是一直发生。去年12月，都发生有民众徛伫阿里山林铁列车铁轨道顶悬在翕家己，差一点仔就互火车搞过。今年1月2日，一个菲律宾的查某游客伫并客30分车头的铁轨道边仔手拍开翕相，结果互火车压着，几个人对头前背跋倒，头嘛受伤，结果拢红发。记者综合报道。亚拉代替公司是公布113年度因公司化了后头一届的营业报告，了钱了137亿，这是有史以来上济。严格代替是对外解说讲，其实因有趁钱，是配合政策，所以数目看起来才会了钱。另外，代替已经30年拢无去过车钱，红讲是了钱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代替伫今仔日要召开董事会，要来讨论起价方案。爸爸妈妈带囡仔出去佚佗，也是假期前后少年人路人就饱，代替是袂少人选择的交通方式。也毋过，即马手中的车票恐惊要起价啊！代替统计，113年公司挂牌的第1年，实际了新台票137亿。伫农历年后初5召开董事会，会讨论票价调起的方案。可以啊，不然一直那个赔钱，很多人要做，他到时候做不下去。因为亏损嘛，就是如果要让民众知道的话，应该可以列一个就是整年的营运。根据代替营运报告，113年代替公司票箱收入原本有价有185亿，也毋过受到花莲大地震影响，实际收入177亿，也佫有配合政策因素，公司花了后头一摆提拨的职工福利金23亿，资产移转规划大约2亿，另外实施一个支休了后，也点回危险津贴等，人事成本增加袂少，加上当期30年的票价又完无调整，拢是互了解扩大的主要因素。3%的报酬率的一个这个情境呢，联动的票价的结果是怎么样？损益平衡的结果呢？那联动的票价是怎么样？只是把这些情境写出来，让董事会去做裁量。代替初步方案是达到劳保率3%。经济量算，代替区间车基本费率每人每公里新台票是1.46块，起价了后基本费率每公里1.98，平均起35.6%。原则上低度起上济，长度起上少。看在公司如何成长的情况下，而不是变成说好，我只是被动性的委托，他就只会算会计上面说我成本多少，我收多少，剩下你补给我，只是会计部门在对话有什么意义呢？专家指出，代替公司调整票价，要考虑需求面，提出兼顾市场甲成本的合理票价，经营管理思维也要调向公司化，除了追求效面的平衡，也要提升服务水准，创造双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开讲了后，就公民团体去中选会上要罢免19个国民党立委的连署书。即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拿赢一定会团结备战。那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是强调反对执政党内部社会对立，嘛要求总统要赶紧打动。不过民进党是爱黄国昌专心做好代理主席就好。新年开工头一天，全台各选区公民团体来到中选会，上诉第一阶段罢免连署单，总共有1件高虹安市长罢免案，甲19件南洋立委罢免案。朱立伦讲，罢免案是民进党黄结的闹代志。民进党的开工日就是推动全面罢免，有这种政党选输了，1年后又要重选，只为他的政治来考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我们要以战止战。大家说好不好？好。现在如果蓝白有悔意的话，应该要尽速的接受复议，重新回到立法院来审议，不管是扩权法案
或者是财划法，或者是整个预算的审查，都应该重新回到立法院来理性审查。那你小客，不过民众党无开议留意，并无罢免的问题。代理主席吴国昌认为，罢免已经变作政党斗争的工具，呼吁赖总统应该要打动啊，若无会采取相对应的行动，甚至有可能走去民进党立委的选区宣讲。我静静的等候赖清德总统的回应，这个时间不会长。我希望明天礼拜3，赖清德总统在中常会后有一个清楚的态度出来，要公开辩论，我随时奉陪，我随时奉陪，真的随时奉陪。那你讲说啊，公开辩论可能太激烈了，那没关系啊，我们公开讨论啊。黄国昌永远是黄国昌，喜欢自抬身价。如果他要针对罢免的议题、不正当的罢免行径进行辩论的对象，他应当去找朱立伦。到目前为止，以政党之资，以政党的指令去点名指明要罢免绿营的立委，是国民党啊。林英强调尊重公民的自主意志，无应该连接到赖总统迄边去。对着吴国昌要求赖总统伫中常会以后表态，民进党讲这真好理解，而且请代理主席应该要专心家己的党务。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长林姿妙因为贪污案件，互宜兰地方法院判12年6个月，体罚公款6年。不过宜兰的检方是认为法院的部分犯罪事实认定有错误，而且认为判伤轻，所以拍算要上诉。因为林姿妙伊家己嘛表示，伊嘛会提起上诉，伊希望2审判伊清白。宜兰县长林姿妙涉贪案，互宜兰地方法院判12年6个月，体罚公款6年。除了迄当阵的建设处长黄志良无罪，林姿妙的查某囝林美玲、县政府局处长科长两位劳动电工所官员、业主矿业公司负责人甲林姿妙净助理，拢被判刑。不过宜兰地检署不服提上诉。那本届15位被告，本署就其中14位被告于昨日提起上诉。那其中5位被告，本署认为原判决的量刑及事实认定不当，提起上诉。另外9位被告，本署就原判决的刑度提起上诉。检方的上诉书催查已经送到宜兰地方法院。检方认为宜兰地院毕竟起诉条件有错误，部分犯罪事实在认定上有错误，而且判决的刑度伤轻，所以针对林姿妙、林美玲一个县政府官员等涉案被告提上诉。一审无罪黄志良，检方也认为无罪事实有错误，最终上诉。矿业公司负责人的刑度，检方无意见。那感谢所有的同仁们，还亲自邀请姿妙。那呢，我呢，真的讲谢谢所有的同仁们。林姿妙伫咧县政府新村团拜时阵致辞，虽然伊一审被判刑停职，已经无主持县政府的会议，不过也是参加县内大大小小活动，也一直伫咧公开场合替家己发言论。林姿妙讲，针对涉贪案已经提出上诉，强调伊是清白的，要拼2审无罪。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阵啊，感冒的人较侪，诊所门口有当时若是要挂号，拢是排甲落长。即马就有民众反映讲，伫高雄路德有一间诊所打出告示，讲民众挂号费若是加1000块，就会当插队，会当带先互医生看。总共已经停止挂号啊，你若是加600块，嘛会当加挂号。民众认为讲安尼做敢无合理？高雄市的卫生局是表示，这款收费的方法已经是违反医疗法，相当的方法之5万。诊所柜台公告，若赶时间无要等，挂号费各加1000块，就会当免排队看病。另外一张公告，确实停止挂号，只要加付600块，就会当排入去看。和民众翕相大门的诊所，都是伫高雄路这间诊所。下晡时，这间诊所无虾米人来看医生，不过民众质疑，安尼收费敢无违法？医生那排队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那如果你说的要加钱的话，那不如就去大医院的急诊了。过年期间会有啊，平常的话虽然我们有公告这个，但是平常不会有人用。和民众质疑诊所加收钱，院长出面解释，因平常时的挂号费是200块，加至300块。
股市顶悬的优先看诊柜甲加护柜，拢算是因的挂号柜。尤其这是过年初一、初二的促施，平常时真少人用，一年可能袂超过5柜。不过高雄市卫生局认为，虽然卫福部伫去年已经取消挂号柜的上限，医疗单位也是袂当黑白用别的名目来收钱，亲像优先看诊柜挂号加号费用拢是违法的。针对民众反映该诊所优先看诊及提高挂号费一事，本局将派员无预警稽查，倘该诊所设有违反医疗法第22条之情事，将依法可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到底是不是属于挂号柜？诊所甲卫生局有家己的认定。卫生局也强调，因会派人去稽查，如果有违法的事实，会按照医疗法罚钱。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场报道。改装车辆有当时噪音是真错人耳，此地嘛无简单。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新竹市伫112年底，因为推出全国头一台车用智慧监测科技系统。这套系统有整合6种智慧功能，而且可以当48点钟连续监控。去年就有稽查到1500多件违规，罚金超过450万。路边这台车看起来真特别。车顶还有装收音的麦克以及电杆，这台是用来取代改装车掠噪音的车辆。内底设备除了有噪音侦测，也有结合车牌系统以及 AI 自动判断高污染车辆这款的功能。车牌辨识系统所辨识出来所有经过车辆的车牌号码，那我们就会从中去筛选出机车没有定检或者是财车没有定检的部分，再去做通知道检。那另外有关于噪音的部分，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噪音背景值，那我们也会设定这个路段的警戒值，只要超过警戒值的部分，我们就会拍照。如果经过之后它有排烟的，就是烟度有过高的疑虑的部分，我们一样会做 AI 的判定它，然后把它的那个烟度拍下来。环保局透过智慧检测系统，会当自动检测降低人工，而且电若充饱，可以当连续48点钟监控。智慧检测系统自开始运作到今，已经稽查到1537件违规车辆，采罚金额超过458万。对于这个民众常在反映，就是说有高噪音车辆经过的地方，我们就去设置我们这个6合1车载式的这个系统去做稽查。那从112年12月到现在到去年我们总共稽查了1537件那裁罚了超过458万元以上目前新竹市拢总有3台车用智慧检测系统，环保局也提醒民众，唔通不当改装车辆，产生噪音，你感觉怕，别人感觉差，呼吁大家做伙来提升环境品质，创造安宁的生活环境。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元宵节要到人讲北天顶南芳炮，今年台南咸水的芳仔炮，伫这个月11、12要开始咯。超过250座炮城，规模是比以前也搁较大。目标嘛提醒民众，若是要来体验，一定要保好势，才袂受伤。上万支芳仔炮同时发射咻咻叫，逐当拢声足侪游客来参与礼炮。这是项来做世界3大民俗庆典之一的台南咸水放芳仔炮文化。今年2月12起过，庙方按算炮声的增加，规模嘛比往年加较大。另外，庙方今年嘛头改打造沉浸式的芳仔炮体验空间，要互游客来感受这款刺激感。很漂亮，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参加过这个风炮，今年会过来看看。所有来参加的炮城已经登记上少会超过去年的规模，会愈来愈大，差不多超过250座以上啦。所以真有好看头。即摆咸水地区大街小巷拢通看到大家当咧做炮城，目标是以太子爷造型来做设计。在地人讲，今年定咧地动，这回炮城嘛加贴较悬，就希望祈求规年烫天拢平安顺遂。今年大小拔较悬，就是大家讲天灾上侪，讲拔较大小祈求天灾会当较少安尼。这都塔基去做顶悬，所以徛到2层楼高啦。用偌济风炮啊？用10多万。比方讲，咸水芳炮民俗队伍瘟疫迄阵就开始，到达200多档的历史。参与民俗活动虽然新式，毋过安全嘛要注意。根据统计，去年就6个人受伤。消防局嘛特别呼吁乡亲爱专户补装，离炮城爱有5公尺远，安全上重要。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
点啊家念着卡这首囡仔歌是音乐家徐福丁写的。经过即马作家康源，伊对1980年代开始研究徐福丁老师写的歌，对囡仔歌来看咱台湾民间文化的底底。到尾呢，伊家己嘛投入台语囡仔歌，也有诗歌的创作，要用音乐来表现台语文学的水气甲内涵。这首点啊歌是台湾音乐家徐福丁的作品。作家康源受到徐福丁的启蒙，开始研究囡仔歌内底的台湾民间文化，嘛投入台语囡仔歌诗歌的创作。即阵伊甲过去推动台湾文学的经验，出版一本册，记录台语复兴的过程。我有甲国宝施富珍老师做一个合作，伊过去伊的歌是拢传统的念苗，我是透过伊传统的念苗，去写即个念苗中间的故事，像讲普渡歌，普渡歌咧描写啥，希望讲会当透过即个歌去了解台湾文化的底底。康源表示，1964年点啊歌这首歌拄发表，却因为当时政府禁止讲台语的政策，所以袂当伫学校唱。为着保存台湾语言的文化，康源开始用台语写诗创作，希望民众为文学来了解台语的水气甲内涵。康老师是法度底有足侪故事，足侪文章会用讲的，阮足爱去偷偷听。台语的文学的创作的时候，发现到足侪字的迄落这押韵有够水的，所以学台语真正是爱为迄个细汉就开始。康源表示，伊一路见证台语为互人压制到成做国家语言的艰苦过程。虽讲即阵台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伊认为进步尚慢，毋望会当早一日成立台语的全职单位，为家庭、学校各场所落去推动，才袂互台语的传承出现断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市的兴安国小伫休馆期间，有举办连续5天的台语营队，教3年的学生囡仔台语拼音甲台语用词，而且互囡仔哪算哪学，囡仔拢讲课程真趣味。喙齿音有4个z、吃、思、日。老师教国小囡仔来学习台语的罗马拼音，甲音标甲词类透过送的方式来加强囡仔的印象。上课学生讲，这甲一般的上课无同，感觉真好耍。为3年啊，拢一直是咧学罗马拼音，你也毋为精啊，就基础甲因拍好。所以我这营队时，我就设计用这个方式，就是逐工拢互因耍一个游戏嘛，学一个游戏，就透过这个罗马拼音来互因搁较捌。足趣味的，因为因当看电视啊，耍游戏。嘉义市的兴安国小伫休寒这段时间举办台语的营队活动，除了教罗马拼音，老师嘛互因透过文章的朗读来练习发音。学校表示，营队的课程用趣味的内容，希望要鼓励囡仔来学台语。家里长辈都讲闽南语，我听不太懂，我就很想要学闽南语，比较好跟他们聊天。囡仔听到台语就感觉讲，这可能要上课较严肃。所以我嘛是希望讲，这个营队办好趣味，即马囡仔一个团一个，后届参加的人就愈来愈多。上课的老师讲，国小的囡仔是语言学习上好的时期，台语的罗马拼音对未来台文的学习有正大的帮助，所以才希望透过送的方式，互因伫过程当中唔但增加印象，也培养使用的惯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北国际册展伫昨昏起稿开幕啊，展到2月初9。今年计共有29个国家500多间国内外出版社来参加，而且今年也有不少台湾的出版品。拜二透早，都有侪侪民众行入册展第33届台北国际册展开幕头一天。今年册展的主题是“阅读异世界”，计共有29国504间国内外出版社参与。总统赖清德也伫开幕典礼顶悬致辞。投资股票啊，有赚有赔，但投资自己啊是稳赚不赔。特别是知识就是力量买书看书，这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出版产业呢，其实说真的，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产业可是呢，只要大家持续的
都来、都投入、都加入，用我们共同的力量，一个产业它可以创造我们共同的繁荣。台北国际册展当年拢会颁发册展大奖甲出版的设计奖、金蝶奖，其中册展大奖佫分做小说奖、非小说奖、儿童青少年奖。台语散文落西北河的下晡是头一个台语出版品得到台北册展大奖，作者刘静官真欢喜，也表示用台文书写会使甲较早的生活记忆吹转来。写台语有一个感觉较实际，因为拢爱经过较侪思考吼。佫吼一方面，真侪古早代志、古早话拢找倒转来，找来头壳来，觉得这一点很棒。这本台文散文《落西北河的下晡》是作者将生活日常的趣味台用台文记录落来，用轻松的方式带民众走入台文的世界。另外，这本外形亲像一套金纸的册，是阮剧团的台文剧本册，甲充满台湾文化元素、传统信仰的金纸摕来做出版品的包装。阮剧团这本华台文的剧本册也得到金蝶奖的银奖，显示台文出版品这几年的发展，毋但内容丰富，创意也无限。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伫致辞时嘛表示，文化是咱台湾的灵魂，因若出版界就是传达台湾文化上界重要的工作者。台北国际册展嘛当讲是国际交流真重要的平台。亲像今年的主题国是意大利，因就表示讲，透过这届邀请，互英国来真重要的11位作家来咱台湾分享，伊嘛希望会当真做促成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大赛。台湾规模上大的册展，就是当年文化部主办台北册展基金会承办的台北国际册展。册展以文学交流无共文化，嘛是台湾和国际互动真重要的平台。今年的主题国是印大利，事实上亚洲是印大利图书翻译版权交易的第二大区域。Grande occasione per queste persone che hanno un importante seguito pubblico in Italia per poter conoscere Taipei e comunicare questa relazione, il fatto che gli piace a tanti amici in Italia che scopriranno grazie a loro Taiwan. 意大利今年邀请11位重要的作家来到台湾分享交流文化，嘛希望进一步扩展亚洲的市场。另外，去年切克咧办作家活头季的时阵，台湾是主题国。今年咱办册展，毋但有切克作家来台湾分享，对台湾的切克中心嘛伫咧开幕即天特别分享一本专讲为台湾出版的切克当代小说选，希望读者对文学无共议题当中，通找到互相对话的语言。One of the topics 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ysticism. And LGBTQ+, women in the men's world, the changing of generations, and many more.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different cultures can find like common areas of interest. My book is partly about like queer experience and working class experience and like a several generation experience of a couple of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I don't think that's like a singular experience, and I think there's books that prove that this is like more and more common. 册展开幕即天，世界拢通看到出版业和国际人士交流甲真热的情形。伫咧推动国际版权这方面，去年文策院有邀请18个30个位主来，版权交易会议的开会数有成长185%。今年同款是规划15国30个相关的出版人员来到台湾，台湾的出版社嘛举办超过1000场的活动，希望做伙甲台湾的出版品推展到国际。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体育的消息来关心，亚当运起果啊，冰湖混双的比赛，咱台湾是8比9输予香港。所以咱要对这科威特继续拼晋级。也若咱台湾男子冰球的代表队对日本，可惜是以15比0输去。亚洲冬季运动会预赛第2天，台湾男子冰球队踢到铁棒。面对金牌大联盟日本队强烈的攻势，敢若拢无在调，互对手逼出61变射正，第20个落8分。比赛结束，咱0比15输予日本，经历过一场震撼教育。当然，这是一个强度很高的比赛，在台湾基本上很难去经历到这些东西，不管是身体上的碰撞，或者是他们在
就是使用生理上面来说，都比台湾的还要强很多。真正唔甘愿，因为比赛前才拍过土耳其U20大赛，还阁摕到第2名，但高手无法度适应日本队的拍法，爱赶紧找回手感。因为世界各国拢启用规划选手，所以之前也正硬斗，要对顶一届银牌韩国，教练已经传好战术。那我觉得韩国可能更多的身体，所以我这场有要求他们身体的接触要多一点，那也是去面对到下一场会遇到的情况。伫冰湖混双预赛，台湾是派就以选加老比赛代表出赛，不过尾下被比较输给香港。虽然第一战输，不过下一场对科威特也是有机会。因为台湾代表团的大团已经正式到哈尔滨，尚未看好的竞速出兵代表队也伫现场化传好啊。因为这次我们女生陈英竹在100公尺是其实有机会拿牌的。这边总共67位国手参加比赛，从台湾参加亚冬运史上选手人数上最一届，希望会当伫咧明年冬季奥运来进前，刺激台湾的选手替台湾抢更加侪门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日本的手脚球是这款传统工艺已经有9000年的历史。这款用丝线编起来的球，制作要做是了时个了工。若是要做好一粒球，上爱几啊礼拜，甚至几啊个月。要毋过伫日本，即摆也是坚持用手工来做，只不过讲愿意学的人愈来愈少，恐惊会失传。针长一位球体细过丝线，各将针揪出来。荷兰人咧做的球体是伫日本有1000年以上历史的手足球，这是为中国当代传到日本了后，发展用手拼甲耍的七头命，了后豆豆演变成做另类传家宝。日本の本当に古い文化なんですけれど、香川県の讃岐かがり手まりっていうのは。主に江戸時代に作られていただろうっていう手まりなんです。一般手足球有无同款大细寸尺，会用真方法几何图或者是花纹装饰。其中各以编织手足球上精美美观。伫日本四国岛北边的香川县，都是制作编织手足球伫全球出名。因为香川县古早都是战旗国，所以做叫做战旗编织手足球。不過要做就要先做好球體球心。一番難しいのはその元の土台まりですね。もみ殻をお寿司で包んで糸巻きつけてこの球体土台になるまりを作るのがやっぱり何年経ってもうまくいく時といかない時があるので。戰旗編織手足球保存會會長黃木英子表示。做好球體了後，就用多樣設計，每一粒球攏一條線代表地球的尺度，要佫較濟到頂部甲底部的線，用引導做的人編織出圖樣。圖樣會用各種天然食物成分染色的面線進行編製設計。不過，這項傳統技藝費時佫費心，即馬只剩10幾個女性技師才能製作出符合標準的編織手足球。黃埔興做萬灘訓練節製作師傅，常常愛用10年以上時間，要互願意繼承傳統手工技術人才愈來愈歹找，未來恐驚面臨人才斷層的危機。公司新聞陳時東報道。天氣報道在，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各地台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是11度，上懸有19度。中部的溫度上低9度，上懸有21度。南部的溫度上低是12度，上懸22度。東部的溫度上低11度，上懸20度。外島9度至18度。繼續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鄉親收看，將親平安順心，明仔載早起9點，咱再會。